老板他们呢？对啊，老大，大哥。 你们都回来了。峰峰呢？峰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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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呢。峰峰，臭死我了！峰峰，峰峰。 你终于醒了！你这一觉睡了整整2天呢。要不是你睡觉打呼噜打得那么响，我还以为你又晕倒了呢，又要给你送医院去了。对了对了，你看你睡觉的样子，太丑了。你看这张，真是太丑了。谁呀？怎么在我家呢？啊！我不就是给你拍了几张丑八怪照片吗？我给你删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救命啊！我想起来了，色狼！那天晚上，就是那天醉酒的晚上，你也是这个样子。可是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那天色狼！你在！色狼！你在！色狼！哎，峰峰，我是谁？你失忆了吗？你就是温柔善良的人间天使啊！美丽大方、可爱动人、单纯善良的静静啊，抱抱。什么情况啊这是？哎，我呢？你是既御姐又萝莉的美女大明星芬妮呀，抱抱。那我呢？抱抱。真烦，抱个妹呀！到底是你们疯了，还是把我当白痴啊？鳄鱼、冉冉、静静、芬妮、牛宝宝、黄辉，够了吗 ？OK？ 嗯，那他呢？我不就是个采花贼吗？哎，你们到底是谁的朋友啊？我都说了，不要随便给我介绍男人，要介绍也得介绍高级点的吧？啊，像这种又气质又 low 的老男人，我是宁缺毋滥呀！你说我 cheap， 你说我 low， 我可是落入县长的天子。朕3岁就立为太子，5岁登基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干嘛？你脑子还有病？你这个蠢女人，脑子是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？怎么一回到现在就我，何月，不能，这是玩具，快坐下。
这剧情也太狗血了，这还能玩？从医学角度上来讲，这个应该叫选择性失忆。有可能几天就好了，有可能会很久。最惨的是，永远都记不起来。Oh my god！ 这大哥才刚刚恢复了记忆，峰峰又失忆了，这剧情酷毙了！是啊，他们两个不是你忘我就是我忘你，实在是虐心呐！你说这剧情反转的我都没有激情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 ending 啊？哎，你们嘟嘟囔囔的说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，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等一个人啊！我都睡了好几天了，好几天没经营店了，再不经营店都垮了。哎，等一个人，你还记得等一个人？那你还记不记得等那个人是谁呢？你有病吧？我都说过了，等一个人，神经病。哎呀，现在不是赚钱的时候，你现在脑子不太好。分你，像我这种单身女子，不能靠别人，只能靠自己。只有靠自己和钱，那才是最值得信赖的，你懂吗？啊，那李欢呢？闲杂人等，靠边站，别挡姑奶奶的道。哎，拜托你们啊，不要再给我介绍男人了，因为我心有所属了。心有所属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回来！他有话跟你说。我觉得吧，这是你9981难的最后一难，你想死我一下，挺过去就好了。说得好，就算在经历9981难，我也绝对不会放手的。大哥，加油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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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加油 ！Go go go go！ Yes， 耶！就算你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你好，我叫李欢，婚姻状况呢，目前单身，离异，曾育有1子。我不是你说的什么淫贼色狼，我是你曾经的爱人。我们相爱穿梭千年，经历了很多很多。如果你记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我愿意帮助你想起来。你真的好好笑。就算你要相亲，你也得说点自己的优点吧。我在古代是官一代，在现代呢，是富一代。哇，好庸俗啊！我可以洗衣做饭，以前都是我伺候你的。那么娘炮，我可以守护你，守护我啊？你凭什么守护我？我吵不离骂不散，我打不走。胡赖！姑奶奶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你真的是我之前的爱人？那我之前